富人家一看人都有几多的事情要来打算咯，比如讲按样来作业，有的人会请阿妹也算家长来提听书，有的人会去请作业中心，更加还有日婆妈妈到路卡的服务哦。某啲行业林海山有3个声音呢，当然如果了解作业的过程，有到顶上看到朋友遇到请作业中心，还好拜托路卡人来听书归烦恼。故所一路发展出的日婆妈妈直接去路卡服务的方式，也能保留行业传统作业照顾的方式，有加入的新时代的做法，也还开办教课，培训对日方专业有兴趣的后生人同富人家，创造出无穷样的市场同商机。小陈。 打造嚟到服務對象嘅屋卡同一鋪韓國嘅屋卡兒上加溫，冇那昂額嘅草案部嘅前形容嘅，也係顯示同意聽眾嘅方式，一鋪媽媽去到屋卡同意服務。哎呀，水水啊！哎呀，心肝。看干净舒服呀。要不要很灵敏？他差不多10点才要喝。哦，想睡觉。 詳細了解昂額一下嘅前形容嘅，佢係一鋪媽媽多付服務嘅從派人連開山，讓人佢同一鋪媽媽用下去到一鋪屋卡了解幸福，想會按到乜嘅服務。他其實到2個月開始，他的腸胃發展又比較更健全了哈，他腸絞痛的幾率或者是脹氣的幾率就會比較高。 那你自己母奶是最好的，因為你母奶可以盡量餵，我們就盡量餵母奶，寶寶的那個腹痛的情形就不會這麼厲害。林海山講嘅3名成員呢，現在身體唔係幾好，好在做嘢家下也家用同用心照顧佢，嗰所佢未了解行業做嘢嘅規矩同方式，還有啲公家單位上班，未被建議同同事接送俾到做嘢一件事情煩惱。 做乜按到同事哈，有的啲愛體來，想要做嘢，冇人可以同佢聽書，好啊做多在於南鋪咩唔方便，講媽媽上來咩唔方便，我說我單位有一隻念頭想講，我係咪可以來做按呢啲事情？想為來做也好豐富，不過林海山評估過後呢邊，係講來開做嘢中心，睇苗栗體企可能冇乜嘅生意，嗰種技術。 唔當來培訓一鋪媽媽，直接去到業務卡來同業服務。我哋幾時尾本上一開始想我講去月子中心，好，你嚟中去。不過客家人較省，哈，所以講你嚟中心咪較貴，因為你嚟中心一張你下來可能就19萬，一下後生人來講，咪唔見得講，我較太負擔啦。 不錯，我看係有裝備可以聽書的話，我哋有沒有設個作業的課程？不錯，因為媽媽來學，好學完講樣的同心口摸的作業。我要洗澡了，寶寶洗澡了。 眼睛，哎呦，洗眼睛，黑嘛，洗眼睛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眼睛也洗洗的，哎，用完美了。一鋪媽媽盤水款，平常時對困工一鋪都同屋企嘅聽細聲腳，同分有權嘅亞調，有專業經驗都順控聽書，按另一鋪就靠唔會按到一切心情唔好。 其实尽量都是大部分都是聊天。那既然我们也是会要求，就是家人能够有时间多陪伴。其实家人的陪伴比我们的陪伴更重要。那产妇她比较会忧郁的部分，就是关于新生儿她的一些护理的那个状况，就是跟我们讲一些宝宝的就是照顾方法，然后包括因为当初我就是其实产后有一阵子是产后忧郁还蛮严重的，就是3不5时就是没来由的就是流眼泪这样子。
对，然后月子妈妈就是会上班的时候，她就会跟我聊天，对，然后跟我分享说就是有趣的事情也好，然后也会听我讲一些心事。从派年林开山的希望也很丰富，做得保留地位客家传统作业较好继续，又做得为创新，增添的多时代。客家人做业吼，有一个习惯，就讲做业人做唔得同到上水，就讲所有用的水一定要足滚足高。嗰说洗身也好，洗头拿毛也好，洗漱也好，哈，一天全部用足滚的水。嗰说我哋都要同张批协调讲，用足滚的水加姜嘛，哈，本热泡，做业的人都热泡，本佢洗头拿毛，佢洗完以后佢心情没法倒好。月子妈妈就是会当天来的时候，她就会煮姜水，对，然后就是一桶是大蜂巢水是给我洗澡的，对，然后一桶姜水是给我洗头的这样子，然后也会叮咛说，就是在事前的时候会先赶快把门窗全部都关起来，对，然后叮咛我赶快就是要吹头发就好了，对，就其实就不用那么难耐这样子。今天我们练习的是那个素食的高丽菜卷，miso，对，miso汤也很不错。林佩珊同讲究每动用心对研发热泡为设计反传，唔但唱看起来为精致，还为好食。佢所接送同佢建议同业丰富嘅热泡妈妈同当地嘅皮训嘅学员，共下来研发新嘅菜色。老炒好嘅用料，用到剥下來鬼皮嘅玻璃脆烘，將同佢建造精緻嘅玻璃脆件，面控再個淋頭黏落去，按呢熱泡設計反傳，唔單止好看，也好食。可是我们要注意子宫按摩的部分哈，剖腹产的部分我们不能去帮他按摩，因为会有什么伤口。对伤口，尤其他的伤口愈合还没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能给他按摩的。皮训一類專業嘅熱泡媽媽，至少為半年到1年研究。做业的一只行业，那么讲一张专业的国家证照是属于坐月子的，并没有。但是要透过保姆证照，好，要讲保姆证照。可是保姆证照它是针对2个月到6岁的小孩。好，婴幼儿好，那么我们坐月子的部分是0到2个月，这算坐月子新生儿的阶段。所以月子妈妈，她除了要接受保姆训练、专业训练之外，我们要另外跟她上产后照顾的课程。相对的就很有皮训课程包含保姆训练、注射训练。熱泡同額外嘅護理也有，參加日項訓練嘅學員對30歲到60歲嘅人都有。一開始我係想講老辛苦做業，就加減學。一開始的時候就想說做業啦，你冇嘛該用嘅咩？反正就注射來個嘛呢，就後面上課，哎呦，動都冇來上嘅冇強用的嘛，然後。以前開始就講，做嘢乜嘅做唔得，乜嘅做唔得呢啦。後面呢是上課後就感覺講，不是呢，還有很多我們都沒有學到，冇學到嘅呀。當開始我係做水果生意，開始退休嘅，上啲還有按後生，還有年紀哦，落去加減成長，有注冊有分呢，有債嘅，有搞入去。跟個按摩有冇？做嘢個哈，用個黏哈，冚落去較好出哈，較唔好按腳墊咧，按用要得密度嘅個課程，都沒有去上。我們要洗澡了哈。就算上歸嚟做，沒冇聽錯作為人也項投入，有陣時熱泡同家務客人對一項服務嘅需求都冇享用，嗰種熱泡媽媽聽錯愛有一定讚美要求。就是對客戶嘅溝通上面，有時講，就會專業，好，有啲客戶就硬愛用自家嘅想法來規定就做事情嘅法，哈，有時就會有一些衝突跟那個磨合在。過有啲係講，就去做安尼服務家下，哈，有啲人嘅觀念就會知道講，唔當像係嚇人用嘅，衝突到安尼嘅時間。
做图，人家等会你的妈妈训练跟他做图你讲，什么样的客户都会有，好，可是我们自己的 EQ， 好，你这个反应要强。现代人更强见少，有位人还唔上强，不过林开山并冇认真按呢强到，佢看到还係有成啲好做，佢希望佢也幸福富，為聽結結嚟到做媽媽生嘅煩惱，冇聽錯對小子化嘅問題，佢也加減聽數嚟到。